近日有電腦預測結果顯示，預測一股強勁東北季候風可能會喺今個月中下旬影響華南地區，香港鄰近氣溫可能只有大約5至8度，而新界部分地區可能只有攝氏0度左右，甚至有預報模式顯示香港有可能會落雪。而天文台解釋，除非氣溫即係空中氣溫以及係地面氣溫都下降至0度或者以下，否則香港落雪嘅機會係非常之微㗎。而且根據天文台嘅9天天氣預報顯示，話氣溫係清涼至和暖程度，所以呢個報告以我嘅判斷好可能係假嘅。不過2016年都曾經試過有一個世紀寒潮吹襲香港，導致香港天文台錄得只有最低約3.1度，係59年以嚟最低嘅氣溫，而大帽山更加係錄得零下6度。所以各位觀眾到時都係要睇實際情況先，建議各位觀眾唔好咁早落定論。喵喵新聞台鄭浩文報道。